义务役做一档的兵哦，对这个月开始咯，陆军嘛采购训练使用的5000粒红准的火箭弹，60套的射击模拟器。中科院是表示讲，标准的训练哦，大约4天，上紧2天就会当学晓安怎来使用。也毋过外界质疑讲，这款火箭弹的火力无强。中科院是强调讲，红准火箭弹上远会当射400公尺，深度嘛有300到400公里哦，有机动性，操作嘛较简单。国产的红准火箭弹有反增加的火力，会当帮助单兵作战，运用伫咧上定战。总统蔡英文将肯定，今年都是1年期义务役正式实施。陆军采买5000粒红准火箭弹，也有60套的射击模拟器用来训练。不过，并不是所有义务役拢会当操作红准。陆军表示，一旦完成新兵训练，军方部队接受专长的训练，才有操作红准的能力。我们也已经完成红准火箭弹的专长、驻地和基地训练的规划，这些对于提升陆军完整战力都很有帮助。根据中科院的资料显示，红准火箭弹有效射程400公尺，会当反制轻型坦克、装甲车、气垫船加能源运兵车。已经是海军陆战队宪兵海巡署的建立武器。也若要培养一位标准的红准火箭弹兵，正式的训练要4天，可以了解装备掌握射击的要领。不过外界质疑红准拍膛装甲的能力无啥高，无就拍膛过中共的主力战车。李伟是强调，袂当互一旦变做战场的炮灰。这个操作的这个武器又有没有自保跟真正歼灭敌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能打击能力，这都要明确的好去了解，好，不能让我们的这个义务役的这个士官兵变成战场上这个炮灰。不同的武器装备会应对不同的威胁，轻型的坦克或者是轮型的甲车，红准都可以运用。中科院表示，红准主要是瞄准攻击轻装战车、架车的履带，抑个连啊，只要拍到3粒，就当互车无法度震动。不过学者警告讲，战架车依然有作战的能力，对国军造成威胁。另外，红准无法度伫咧室内操作，是下定战作战的一个正担心的问题。如果要躲在建筑物内，对接近的共军的装甲车辆发动攻击的时候，其实筒后喷火的问题可能会危及到发射手自身。国军对抗中共的主力战车，拢是一个标称飞弹、土式飞弹，不过目前标称是也未够。学者认为，中科院就会研发后一代反装甲火箭来填补战力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